夜那寒風今聚散，空餘主今無伴，入孤單啊！叫客西馬利園嘅地方，就說等我到那邊去禱告，就憂愁起來，極其難過。對他們說：我心裏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們在這裏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耶穌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禱告說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。然而不要照我嘅意思，只要照你嘅意思。求
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怎麼樣？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他就禱告說：我父啊，這杯若不能離開我，必要我喝，就願你嘅旨意成全。